來看八當前有一個姓賴的查甫人哦，伊佇宜蘭詐騙2億元，佇交保了後，人就落跑，是秘佇屏東的恆春，也毋過伊改名，又佮用同款的手法來詐騙國小的老師。佇2當前哦，有國小的老師去報案，舊年人嘛已經佇恆春抓到了。穿白衫的查甫人帶恆春某一間國小的學生到台北參加活動，甚至閣有到立法院參觀，連當時的議長游錫堃嘛有出席。學校參觀的費用嘛攏是這名叫做新聞的查甫人處理的。校方煞無受到這麼熱心的人，最後對國小的老師騙錢。在去年12月底，台北的警方接到恆春抓人。成功人士到學校來分享他的經驗，那相關的經費都是他自己現場就把錢交給。這個講師會交給這個講師，都是說他不喜歡照相，因為他的女兒曾經被綁架過，哦，那他怕就是太出名，那所以不要曝光這樣子，所以在任何的場合他都是不入境的。校長無來表示，學校有2個老師互人騙錢，毋過無願意講大約損失偌濟。學生和家長無人受騙。原來這位新聞不名號做羅冠鐵，咧做中人，伊8當前就捌佇宜蘭，因為騙民眾投資法院拍賣厝，金額將近2.5億。雖然有甲抓到，毋過法院判伊15萬交保，落尾伊棄保落跑消息，改名到屏東的恆春地區繼續騙。以前甲迄個老師有無掠老師的心嘛？伊大概用老師去牽連到家長啦。伊就講，你若迄個要聽我的話，就可以上台大。所以伊來是迄個甲學校接觸了，伊講伊要培養精英啦。國小校長講，羅冠鐵攏會舉辦學生領袖高峰會，找一寡成功人士來演講，因為活動感覺對囡仔有幫助，就無懷疑伊的目的。到2004年有老師講出來，才知影伊是有案底詐騙嫌犯。目前受害者已經組自救會，受害人數甲金額又擱咧統計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